2025年5月4號，香港大部分嘅隧道已經實施咗易通行，唯獨有一條仲未有，就係大欖隧道。我今日第一次揸車行呢條隧道，喺過收費亭嘅時候揀咗自動繳費嗰條線，但係佢嘅自動繳費係屬於快易通，同易通行係兩個系統嚟嘅。我架車冇裝到快易通，所以就等於冇俾錢行咗隧道。佢哋係有閉路電視睇到過咗收費亭嗰啲車嘅車牌嘅。如果我乜都唔做，佢會喺運輸署度揾到車主嘅聯絡資料，跟住寄封信俾我追返啲隧道費。咁到時除咗隧道費，仲要俾埋額外嘅行政費，你可以當係罰款。所以唔想俾咁多錢，就要主動交返啲隧道費。行政費嘅價錢係120蚊，逐筆欠款去計嘅。如果你嗰日來回大欖隧道都冇俾到隧道費，咁即係有2筆欠款。等到佢寄信過嚟呢，你就要俾240蚊嘅手續費啦。如果你唔想無情情俾多100幾200蚊呢，就要喺4個工作日之內交返筆錢。咁呢個係我親身喺行政大樓問職員打探返嚟嘅資訊嚟嘅，所以係非常準確。但係呢個4個工作日係包括埋你事發當日嘅。舉例，如果你係星期日過隧道冇俾錢，咁你最遲星期3就要交返啲錢。如果你星期4先交呢，就要俾手續費㗎啦。要留意嘅係隧道公司嘅工作日同我哋平時去開政府部門嘅工作日係唔同嘅。首先佢哋星期6日都有人辦公。第二就係我拍呢條片當日係佛誕假期，但係佢哋行政大樓一樣有人當值，所以4個工作日眨下眼就過㗎啦。俾錢嘅方法有2種，第一，你寄張支票俾隧道公司；第二，你親身去大欖隧道收費亭隔離嘅行政大樓俾錢職員。我今日親身去咗行政大樓交隧道費，成個過程半個鐘頭內搞掂，可以喺度分享下。呢一幅係大欖隧道 Google Map 嘅鳥瞰圖，佢2個行車方向都可以駛到入行政大樓嘅。首先係左手邊由下至上，元朗方向。你一路挨住左線，臨入收費亭，呢度有個位俾你轉入嚟嘅。呢度會有個隧道職員喺度駐守，佢見到你架車駛入嚟就會問你咩事，咁你同佢講返交錢啦，佢就會明㗎啦。咁你就可以駛架車入嚟呢個 up 位，呢度係個訪客停車場嚟嘅。大欖隧道行政大樓訪客停車場啊！你入收費亭之前行最左線拐入嚟，根據職員指示入咗嚟停車場，跟住上返呢條樓梯啦，上面就係行政大樓。咁入去就可以交返隧道費㗎啦。相反，如果你係出荃灣方向，喺呢幅圖右手邊由上而下呢，咁你今次一樣係挨住左線，不過要過埋個收費亭。過埋收費亭嚟咗呢個位呢，你就會見到右手邊都係有得俾你轉上去嘅。咁呢條路就可以一路上天橋兜返過對面，一樣可以通向我頭先所講嗰個停車場。咁你一樣可以去到行政大樓嘅。你駛入呢條天橋要小心，佢係屬於單線雙程行車嘅。你呢度雖然見到彎位可以俾車出，亦都可以俾車入，但係再駛入去就得返一個私家車嘅車位，咁係唔夠2架車過㗎。所以佢係實施交通管制，有紅綠燈同埋白線。事實上佢呢度亦都有個指示牌話咗俾你聽，交通燈在前。所以第一，唔好揸咁快，因為有機會有對頭車。第二就係留意交通燈轉綠燈先好繼續去。相同道理亦都適用於喺荃灣出嚟嘅。你去完行政大樓俾完錢，返去荃灣都要經過呢條天橋嘅。咁一樣留意交通燈嘅指示啦。
你入到行政大樓補交隧道費，職員會俾呢份表格你填嘅。咁係每一筆欠款填一張，即係話如果你先後來回隧道都冇俾錢，就要填2張。所填嘅資料咧都係好簡單嘅啫，唯獨是係第2項行車線編號，呢度係指你衝咗邊一個收費亭。咁佢你而家畫面所見嘅佈置方向咧，係按照荃灣往元朗方向去排嘅。咁所以2N 就係最左線，22S 就係最右線。咁相反啊，如果你係元朗出荃灣方向咧，咁就要調翻轉睇啦。咁所以22S 就會變咗最左線。你交完錢佢會俾翻收據你嘅。咁從上面嘅文字可見啊，你除咗俾現金，亦都可以開支票、俾 EPS 同埋信用卡嘅。